當大家講起麥當勞嘅時候，你會諗起啲咩呢？將你嘅第一個諗法 comment 喺下面。絕大多數嘅人呢嘅視覺呢會停留喺快餐、平價、漢堡包，但係其實呢，麥當勞早就已經唔係一個單純嘅餐飲企業，佢係一個呢披住快餐行業嘅頂級大數據同埋房地產科技公司。今集我將會幫你呢去拆開香港麥當勞嘅底層商業邏輯，從營銷嘅熱話，例如McGriddle嘅漢堡包、Mirror 嘅聯乘，去到佢嘅 App 背後嘅 CRM 算盤，同埋佢點樣去利用數碼化咧，徹底咁樣去攻佔香港 F&B 行業。喺開始之前呢，想大家諗翻最近你嘅辦公室啦，你嘅 social media 係咪都充斥住一塊叫做 McGriddle 嘅嘢呢？為咗呢一塊只係可以喺日本或者外國先食到嘅 burger，香港人展示咗驚人嘅狂熱。開售嘅時候呢，麥當勞 App 甚至因為流量過大呢而陷入咗短暫嘅癱瘓，好多分店呢都排滿咗等攞餐嘅外賣員啦，同埋附近嘅居民。有啲人甚至呢係買咗10塊，然後擺入雪櫃嗰度冷藏，等佢哋之後呢都可以繼續食。坊間嘅人呢會話俾你聽，呢個係麥當勞嘅飢餓營銷做得好好，又或者香港人太中意一啲日本文化，所以愛屋及烏，以為淨係停留咗喺飢餓營銷呢4個字，就低估咗麥當勞嘅恐怖之處啦。麥當勞佢引入McGriddle呢，除咗係因為想賺你呢一個10幾蚊嘅 burger， 其實佢亦都呢係想增加佢哋嘅 app 嘅活躍度。呢個呢係一個好精密嘅 App 活躍度極限壓力測試，同埋一個針對全港市民呢嘅強制數碼化遷移。我哋從麥當勞嘅背景開始拆解佢最近2大 campaign 嘅真實目的，揭開佢嘅 Hero Product 同埋會員優惠之間嘅綁架關係，再毫無保留咁樣打開佢哋嘅 CRM 底層邏輯，睇下麥當勞係點樣利用一個手機 App 將香港成個餐飲業打到毫無還擊之力啦。大眾對於麥當勞嘅認知係一間賣 burger 同埋薯條嘅快餐店，稍為知道佢嘅歷史嘅人呢會知道麥當勞其實係一間房地產公司。當年創辦人阿 Ray 發現賣 burger 嘅利潤好少，真正賺錢嘅係買黃金地段嘅土地，然後將店面租俾加盟店，賺取穩定嘅租金。但喺21世紀嘅今日，如果你仲以為麥當勞只係一間房地產公司，咁你就 out 啦。今日嘅麥當勞係一間徹頭徹尾嘅大數據科技公司。我哋嚟睇下香港麥當勞嘅背景啦。作為全港最大嘅餐飲連鎖店，擁有超過250間分店。以前佢哋依賴嘅係地理位置帶嚟嘅自然流量。數碼嘅時代，自然流量呢係不可控嘅，同埋係冇辦法去追蹤。你用現金買咗一個魚柳包，麥當勞完全唔知道你係邊個，你係幾多歲，幾耐會嚟一次。所以呢，麥當勞香港呢進行咗一個好堅決嘅數碼化轉型，自助點餐機去取代大部分嘅收銀員，甚至推出咗呢個麥當勞嘅 app。佢哋嘅終極目標呢，就係想消滅所有呢一啲無名氏嘅交易。佢哋呢係要令全香港呢嘅700萬人每一次食薯條都一定要留低佢嘅數碼腳印。呢個就係佢哋 CRM 戰略嘅起點。了解完佢哋嘅 CRM 終極目標之後呢，我哋再睇返麥當勞香港呢，佢近年最成功嘅2大 campaign， 你會發現根本呢唔係賣廣告，而係極高明獲客啦同埋流傳嘅戰術。首先第一啦，就係 Mirror 同埋姜濤聯乘。香港麥當勞呢最標誌性嘅動作就係揾嚟 Mirror， 尤其係姜濤嚟做代言，推出咗姜 B 餐，隨餐仲會送限量嘅閃卡。呢一個呢唔係娛樂新聞啦，呢個係一個精算到呢係極致嘅 CAC 獲客成本嘅套利。你要令一個從來都唔食快餐、注重健康嘅中產女仔，或者一個原本冇麥當勞 app 嘅人去下載 app， 成本係好高。你要投放 Google 嘅廣告，買 Facebook 嘅版面，轉化率可能更加低。但麥當勞睇中咗粉絲經濟，佢哋將原本呢需要俾 Facebook 嘅廣告費換成咗一張呢印有偶像樣貌嘅閃卡。遊戲規則好簡單，你想要特別版嘅閃卡，你唔可以喺櫃台買，你一定呢要下載麥當勞 app 註冊成為會員，然後用 app 點餐。為咗儲齊一套卡，粉絲會瘋狂下載 app， 同埋一日食3餐麥當勞。麥當勞利用咗粉絲嘅非理性狂熱，喺極短嘅時間以極低嘅成本呢就獲取咗海量嘅新註冊用戶。
戰略二就係 McGriddle 登陸咗香港啦，瘋魔嘅效應同埋 App 獨家預售綁架咗唔少香港人。如果話 MIRROR 咧係用嚟獲取新客，咁最近嘅 McGriddle 咧就係攞嚟提升日活躍嘅用戶嘅武器。McGriddle 喺日本咧係常設嘅餐單，但係喺香港麥當勞咧將佢包裝成為稀缺嘅資源。佢哋冇揀到咧選擇全線直接開賣，而係咧用一個好高明嘅 App 獨家優先發售嘅手段，係一個營銷心理學上面咧係叫做 FOMO（Fear of Missing Out）。當全香港嘅 KOL 各大嘅媒體都討論緊 McGriddle 到底有幾好食嘅時候，你發現行到樓下分店係買唔到嘅，你唯一可以獲取特權嘅通道就係打開呢個你已經好耐冇用或者你冇單過嘅麥當勞 App。麥當勞甚至已經預判咗 App 咧會因為流量過大咧而輕機，但係其實輕機咧係證明咗全香港嘅人都喺度搶。透過呢一場嘅 campaign 咧，麥當勞成功喚醒咗幾百萬嘅沉睡 App 用戶，佢哋用一塊嘅楓糖班戟咧強制刷新咗所有香港人嘅手機，等大家重新習慣咧要用麥當勞 App 落單。而家咧我哋進入呢個產品嘅層面，麥當勞咧佢係好識得用呢啲 hero product 旗艦嘅產品啦，同埋會員嘅優惠嘅一個公司。大家咧打開麥當勞 App 最經常見到嘅係咩呢？係咪10蚊兩件麥炸雞、9蚊魚柳包，定係買任何套餐減3蚊呢？好多人會話麥當勞賣10幾蚊一個 burger， 仲要俾租金、人工、食材，咁咪會好蝕？呢一個咧就牽涉到零售業最核心嘅概念，就係損失領導者定價同埋客單價。喺 CRM 系統嘅視覺啦，呢一件10蚊一件嘅麥炸雞根本就唔係攞嚟賺錢，而係用嚟咧買你行入去店或者打開 App 嘅一個引誘。人類嘅行為係非常之有趣㗎。當你為咗一個10幾蚊嘅 burger 打開 App， 你嘅大腦就會覺得佔咗便宜，我已經賺咗個優惠。呢個時候呢，心理嘅防禦機制就會下降。你會諗，既然呢個包咁平，不如再加多10蚊去換一杯凍檸茶啦，再加多5蚊去換大薯條啦。系統後台呢就會睇得一清二楚。佢哋知道極少數人呢會真係因為淨係買一個10幾蚊嘅 burger 就走，絕大多數嘅人呢，最後結賬嘅客單價都會超過40蚊。Hero product 例如 McGriddle 啦、Shake 薯條啦，負責製造呢個聲量同埋稀缺性；而日常嘅會員優惠，例如10蚊麥樂雞，就會負責維持你嘅高頻率復購。麥當勞將呢兩樣嘢呢完美結合，形成咗一個流量嘅漏斗，去用 Hero product 吸引眼球。再用低價嘅會員優惠等你養成習慣，最後喺俾錢嘅時候呢，再 cross selling 交叉銷售，例如問你要唔要再加配蘋果批啊，賺取真正嘅豐厚利潤。我哋嚟對比一下呢，麥當勞嘅會員制度同其他我哋熟悉嘅集團有啲咩唔同啦。航空同埋酒店嘅會員制玩嘅係階級固化，綠卡、黑卡、金卡、鑽石卡。佢哋利用虛榮心咧，等你為咗升級而使多啲錢。而麥當勞嘅會員制度就係扁平，佢冇鑽石卡食薯條會大包啲嘅呢樣嘢。點解呢？因為快餐店嘅底層邏輯咧，唔係要高客單價，而係咧要你頻次要多，要你咧成日落店去購買。麥當勞咧唔需要你一次咧使1萬蚊，佢淨係需要你一年幫襯佢300次。所以佢哋唔會玩階級，佢哋玩嘅係行為制約。最經典嘅代表作就係 Value Monday， 每週一嘅 App 專屬優惠，呢個呢係一個好有儀式感嘅一個 CRM 策略。逢星期一朝頭早，麥當勞 App 就會 send 10幾張優惠券去到你嘅電話，解決咗消費者每日最痛苦嘅問題：今日食咩好呢？當你唔知道呢午餐食咩嘅時候，你嘅大腦呢會自動諗起今日係星期一喎，麥當勞 App 有優惠券。麥當勞呢成功將自己嘅品牌同星期一呢個時間節點呢產生咗連結。近年呢，佢哋更加進一步推出咗積分制度、密密上同呢一個 gamification 遊戲化呢，屬於進度條嘅陷阱。你買咗幾杯咖啡，仲差一杯就可以換免費咖啡，你一定聽日會返去再買呢一杯咖啡去換免費禮物。麥當勞嘅會員制度呢，唔會帶俾你虛榮，但係佢哋會俾你便利啦，同埋一啲好少嘅確幸感，從而將你鎖入去佢哋嘅消費循環入邊。
而家咧，我哋直接潛入去麥當勞大數據後台睇下佢哋真正嘅 CRM 策略啦。喺以前冇 App 嘅年代，麥當勞嘅推廣咧係千人一面，電視咧賣啲咩廣告，所有人就接收啲乜嘢資訊。但係而家咧，麥當勞嘅 App 嘅 CRM 已經進化到千人千面。當你喺 App 註冊嘅嗰一日，系統就已經幫你建立咗一個獨一無二嘅 Customer Profile。數據點一購買時段，你永遠咧係朝頭早8點買咖啡，中午從來都唔出現，系統就知道你係一個上班族。數據點二啊，你嘅口味 preference， 你每一次咧都會唔要生菜，唔要洋葱，一定會叫蜜炸雞。數據點三，價格嘅敏感度，你從來都唔會買正價套餐，你淨係喺優惠券嘅時候你先至會落單。當收集咗足夠嘅數據，CRM 嘅演算法就會對你去進行精準嘅收割。如果咧你係嗰個每日朝頭早買咖啡嘅返工族，某一個朝頭早你冇嚟呢，系統就會喺8點半 send 一個 push notification 問你今日特別攰，送一張5蚊嘅咖啡 coupon 俾你提神。如果你係一個週末先至帶小朋友去食開心樂園餐嘅家長，系統呢就唔會喺星期三朝頭早 send廣播訊息俾你，而係會喺星期五嘅下晝嗰度 send 俾你。佢會同你講週末 family time 買滿150蚊會送大薯條，再送蜜炸雞。呢啲就係所謂預測性嘅分析，佢哋比你更加清楚你嘅胃，佢哋唔係等你餓先至揾佢哋，而係預判你將會餓，你幾時會想食。再用一張精準嘅優惠券將你引到去佢哋最近嘅分店嗰度落單。喺呢個極度個性化嘅數據演算法面前呢，傳統嘅茶餐廳街鋪根本係冇得打。最後我哋嚟總結一下呢，點解全香港有咁多連鎖快餐店、茶餐廳，但係淨係得麥當勞可以稱霸，甚至喺經濟低迷嘅時候都賺到盆滿缽滿。答案就係佢哋建立咗一個完美嘅 O2O 閉環。Online to offline 達成咗商業世界最夢寐以求嘅境界，就係 frictionless transaction 冇摩擦嘅交易。我哋嚟模擬一次傳統餐飲嘅流程，就係你行入去店入邊排隊睇餐牌，猶豫不決，再同收銀員溝通，再俾現金去俾錢，再等候取餐。喺中間係充滿住好多摩擦力，每一個環節咧都可以令到客人放棄。而麥當勞佢係點做嘅呢？你仲坐喺 office 嘅時候，你打開個 app， 點入去個系統已經根據你嘅喜好預設咗你最愛嗰個餐，再用綁定嘅 Apple Pay 2秒鐘就完成俾錢。當你慢慢行到去樓下嘅麥當勞，系統會根據基站定位同埋你嘅手動確認，通知廚房開始製作。你一入到去店唔使排隊，直接去到取餐區，拎住已經包裝好嘅食物呢就可以走。喺呢個過程入邊，麥當勞慳咗巨大嘅人工成本，收銀員被消滅啦，所有嘅人手轉移到去廚房去提高出餐嘅產能，消滅咗溝通嘅成本同埋出錯率。酒、生菜、小冰全部都係標準化嘅數碼指令，唔會有人為嘅錯誤。呢個就係麥當勞稱霸香港嘅終極邏輯。佢哋用 campaign 去製造話題，用 app 將流量私有化，用會員制度去鎖定頻次，最後用 kiosk 同埋手機點餐完成一個完美嘅線下交易。呢個唔單止係一個餐廳嘅運作，仲係一個高度嘅現代化供應鏈同埋數據處理系統。麥當勞已經向全香港嘅餐飲業示範咗未來嘅 F&B 係攞到數據嘅得天下。其實我自己都好期待下一次麥當勞嘅 campaign 你會揾嚟乜嘢嘅代言人啦，同埋乜嘢嘅宣傳方式。我哋下集見，拜拜。